隋宫，作者李尚允。纸船强电所言下，玉处无成作帝家。玉树不言归日角，金环应是道天涯。有金枯草无萤火，将古隋阳有无阿。地下玉皇定何主？起疑中问何定花？谢谢您的观赏，希望您会喜欢我为您制作的影片，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。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